4分40秒。如果呢一刻世界末日，我只可以打一通電話，我會打俾一個我從來鼓唔起勇氣打俾佢嘅人，將我心裏邊所講嘅嘢全部講晒出嚟，因為我唔想自己後悔。明晨天將會塌下來吧，突然你我愛的一切未曾愛夠已火花，全民的審判馬上來吧，面前有數百種講法，難分真假，這末日你喂，無論如何我都唔會放棄，一陣間喺屋企見。如果屋企已經冇咗，就喺我哋第一次見嘅地方等。我好驚，我好驚係因為我好唔捨得，我唔知下一秒鐘我會變成點樣。但係如果真係有下一世嘅話，我希望可以做返我，因為我好希望可以遇返你。已經不錯。剩低2分50秒。好多年之後，當呢個地方嘅人、事、物都煙消雲散，唔再存在嘅時候，你估你最懷念嘅係呢度嘅乜嘢？假設悲觀放大了的話，蔓延世界氣氛只有沉穩固化。我返唔到嚟啦，我哋遲啲喺天上面見啦。你要好好照顧自己，知唔知啊？如果禍與福都躲不過，就每天當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做每天必修功課，就算知歲月無多，無憾的生存過，遇上這好時代，有這雙你我，飛走不可。剩低1分30秒，嚟唔切啦！有關方面發出最新消息，佢哋計算錯誤，呢個幾千米高嘅巨浪已經衝緊埋嚟我哋嘅岸邊，而你剩低落嚟嘅時間，只係夠打1個電話，1個電話。呢個電話你會打俾邊個？To be or not to be back。最後18秒鐘，完啦，證實係虛驚一場。不過，如果你已經知道呢個電話打俾邊個，同佢講啲乜嘢，點解你唔而家就打呢？